面对数位时代来临，现在除了专本阅读以外，台南市嘛要大幅度增加数位阅读的需求，所以教育局伫北新桥已经将近10万人加入的平台，佮要扩大家己电子册资源，方便学生家长借册唔免出门，老师嘛当方便伫教室进行阅读教学。在科台南市教育局正式甲知名册城进行为期3档的合作，记者会中也有 AR 扩充实景的技术，要来吸学生提高阅读兴趣。不可星球成立了2年多，也教会了非常多的学子。哈密书城在这次合作当中，我们提供了超过1万本以上的电子的报纸、杂志、书籍、有声书、影音书，还有影音学习的课程。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部分，让台南市15万名的师生能够有一更丰富、更多元的一个数位阅读的环境。今天不可星球能够在变成不可星球2.0，也是跟我们最厉害的哈密书城能够合作，能够借着电子书能够一方面让激发孩子从2000册的这个书单里面有更多的选择，变成到1万册的哈密书城。另外进去哈密书城也可以这个点选不可星球的专区的书，所以他就免得不需要舟车劳顿，直接在哈密书城上阅读电子书，就省得去借书还书这样的一个路程。那我想说，一方面是节能减碳，一方面是提高孩子使用数位工具来做数位学习。其实台南市的阅读教育除了全国首创不可星球，目前到站的人数已经有1800万的拥有，每一档嘛拢会编列1100多万来充实读书，举办各种的阅读活动。这回绿色阅读的新形态，嘛希望达到影响台南的目标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